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两位兄姐，咱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做伙来吟圣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是你为听我的声。听福音静声。
耶和华上帝，愿你看阮，阮就走来对你，阮因为你欢喜快乐，搁要纪念你的疼。阮是沙仑的玫瑰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阮真欢喜坐伫你的应允，你带阮入宴舍的所在，用听做旗伫阮的顶面。做伙来吟圣诗真圣诗18首，我信俄罗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信俄罗上帝，主人烟花的杯，彼得马路萨嘎印象，俄罗伊挂尊名，秋把长安最壮，强求。我信俄罗上帝，世间前人的辈，我中归朝因是出声，俄罗伊大尊名，铁锤草木切锥，昂贵。较济，大家来伊即个吼，咱即摆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这个我紧，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空，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大家来交托启应文新圣诗的后面第11篇诗篇32篇。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译。启应文第11篇，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个心无甘杂。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
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成立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离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我要用阮全部的心神来称颂你，来学乐你的圣名。阮所喜爱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绵里善思。阮的心要对你讲，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有丰盛的主爱，欢喜赦免人，赏赐救恩，互犯啊求救你的人。你阁是阮的力量，是伫危急中的帮站。你将阮举起，保守阮无墮落罪恶的陷阱当中，而拯救阮脱离凶恶的对敌。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伫你有满足的喜乐甲永远的福乐。天父上帝，阮意爱来到你的圣殿朝见你，就亲像鹿切切较无溪水一样。阮要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有主的恩惠、慈爱对阮到永远。阮要怎样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大疼叹呢？就是好打好打认基督，将安尼的福分分享予人。求主帮助阮，拢做主忠诚真兵。阮知影，阮是甲即个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的，甲天顶邪恶的势力来征战。主啊，阮要倚靠你的大能力，做刚强的人，毋是倚靠家己过去的力量、智慧甲经验。有人倚靠车甲马，独独阮要举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阮要穿着福音的盔甲，警醒祈祷无煞，心坚固无软弱，为主耶稣征战，勇敢甲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伫即个受到国际政治比例烧演，人人顾家己，对边仔的人减少怜悯的世代，求主帮助阮，成做世上的光，有好的行为来见证主，彼此宽勉，互相建立，搁成做盐，有调和甲消毒的作用，帮助阮基督徒成做家庭、职场、教会、社区当中有影响力的教母，将主的疼甲恩惠带入去人群当中。可能毋是马上看到效果，但是主，阮有安尼去试，相信你会欢喜阮的所做，到尾通得到永远的免流。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圣歌队要用
甲我做清洁的心，主啊，带领咱学了上帝。即粒来恭托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章41到51节，现代台语译本第130页，路加福音第2章41节。耶稣的爸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盘过节。耶稣12岁的时，因嘛照惯例上去。这期煞，因出发要转去，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伊的爸母拢毋知，想做伊是伫做伙行迄群人的中间。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人的中间伫找。因找无，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3日后，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也伫听，也伫问。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感觉着惊奇怪。伊的爸母看到伊，非常着惊。伊的老母对伊讲：“囝啊，你若通安尼退台湾，你看。”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一直在找你。耶稣应讲：“恁哪着找我？
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不过因袂了解伊对因讲的话。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事事顺谈因。伊的老母将遮个代志拢藏伫心内。现在，我心更深来主走，我心紧张的灵光，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更深来主走，我心紧在的灵光，提醒我的主。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教会甲家的关联。弟兄姊妹兄姊妹大平安。今日咱要召开咱今年度的会员好会，嘛请兄弟姊妹，咱伫礼拜的中间，也是会员者，互咱老婆做伙参会，来记忆今年的事工，以及接纳咱旧年度所做的事工，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听阮，正做阮的救赎。但阮今仔日来到主你的殿院，到主你的宝座，来敬畏你，来荣光你，来荣耀主你的圣尊名。愿上帝你施恩伫阮中间。今仔日的礼拜嘛，正做芳芳的节，互主你欢喜。阮用心神，阮用心灵，用诚实来到主你的教会，伫遮做伙三甲来敬拜阿拉主。愿你施恩祝福，愿今仔日的聚会自头到尾，拢互主你来得到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过去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妇女因甲厝内人冤家，所以伊就离家出走。伊对南投坐车到伫台北，然后伊毋知要去倒位，伊就找一间便利商店。然后去遐，坐伫遐，困伫遐，若枵就摕物件起来食。有一日，伊看这店员打一个广告讲，今仔日开始买饮料一罐，买一送一。这妇人人甲这店员讲，你无经过我的同意，还会当将这饮料讲买一罐送一罐。这店员就甲伊伫遐有争执，因为原来这个妇人人讲，全家就是我家啦，无法度，店员只有叫警察来处理。所以这个广告后来就收起来，所以以后大家拢去全家就是我家，食的物件拢免钱。今日咱用教会甲家的关联，耶稣伫圣殿讲，我爱踮伫爸上帝的厝。咱台语对家有两种的音，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家。还有一种的讲法是厝，这个厝较是比较较知迄个建筑物。这家甲家的中间，家的成员是啥？最主要是人，人上重要所以咱讲家庭，咱讲你有几家伙上帝施恩帮助咱。因为伊伫地面上，互咱有一张的地图来找到主，就是教会。即个教会称做一张咱伫世间做伙组织。要以后，你会转到天家天家，咱讲回天家。所以咱伫世间的家伫倒？除了你的原生的家庭以外，佫有一个
会当做伙称呼兄弟姊妹所在，就是咱的教会。所以即张信心的地图，无指到咱迷路，就是咱会当找着教会，才会当行往天的祖家。咱人伫爱丁乐园失去了祝福，要重新要得到甲上帝恢复的关系，教会就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以及真重要的所在。所以讲，教会就是天父的家的意义，就在伫遮，因为咱伫遮做伙三甲主日，除了礼拜以外，咱若会使去参加聚会、祈祷会。咱知影讲，即盆花插了足水，你有咧欣赏无？欣赏了礼拜煞咧，即盆花就放伫遮，一礼拜过咱摒扫的同工，甲伊处理掉，收拾了，后一个礼拜佫有一盆新的花，所以你看无出。伫遮，你会欣赏边仔即盆花。最近我甲少年人讲，即盆花礼拜煞，伊就伫遮恬恬啊，放伫遮，无人欣赏。要安怎互伊得到佫较侪人欣赏？所以，大家甲即盆花摕去1楼，然后拜二就有古点的人会来出入，拜四嘛，佫有古点的人会来出入，遮的长辈，以及拜三。咱有人来参加祈祷会啦，所以即盆花伊就显出伊的意义。拜二、拜四、甲拜三，就超过真侪人来欣赏即盆花。所以咱知影讲圣经甲咱讲，点灯爱放伫安那灯台顶，无咧放伫安那，无咧甲你藏起来，是毋是？所以一盆花要互人欣赏，就是爱佫较侪人去欣赏，活出伊。互人看见的意义，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遮嘛是，咱毋是干那礼拜来参加一届聚会，咱依然会当搁伫教会团契内面，也是组织内面，搁另外去得到上帝互咱的恩惠甲疼痛。所以咱每一个礼拜，咱伫遮做礼拜，咱是教会一份子，咱踏入教会，咱就是教会一份子。不管你今仔日你是咱教会真熟悉的成员，也是你初次来到笃信教会，只要你入来教会，就是成做教会一份子。新人咱介绍你的时，你就是成做教会的亲人。所以教会是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家。所以咱侍奉无论咱做啥物种的服侍。咱看到有人替咱准备礼拜进前所需要的物件，包括啥物人来甲咱点电火，甲咱切电火，啥物人甲咱印周报，啥物人甲咱伫路边指挥交通，啥物人甲咱聚会，甚至有人伫昨日也是前日就来插花，等等遮个拢是。献上即个服侍甲侍奉，拢是咱亲像咧服侍咱的亲人一样。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将教会也当作是咱第二个家。所以上帝透过即个家来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事。美国第39任的总统叫做卡特，伊5岁就开始伫主日学出入，每一个礼拜拢无缺席。伊每一个礼拜，伊奉献偌济？伊奉献5块的美金。伊听到教会咧发起为着宣教、为着教会的事工的需要，伊就欠钱来奉献5块美金。对一个5岁囡仔来讲，5块美金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卡特总统是伫庄脚来大汉，伊的老爸咧种土豆。伊是伫做诗人的家庭成长大，伊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宣教的需要，来献上5块的美金，5块美金啦吼。所以伫伊5岁开始主日学无缺席，到伫伊大汉，
后来伊做美国的总统。原来这位美国的总统伫误会、伫教会成长，受教会影响，受教会的教育。所以教会嘛，亲像卡特总统的教会一样，敢毋是？所以咱真侪细囝伫遮长大，伫遮成长，就伫遮形塑伊的信仰，甲伊对上帝的关系。所以上帝成就这位误会卡特的心。到伫伊长大，成做总统。顶礼拜咱讲着犹太人3个祭祀到伫圣殿了见上帝，搬过节、七节，就是五旬节、甲大了节，即3个节一年的中间，因来到圣殿来朝见上帝。所以伫上架着因着唱上架的诗吼，我的房产对倒落来，我的房产对创造天地耶和华上帝来。所以伫条件的祭祀，伫城内都有真侪人。所以为虾米拄仔咱读着圣经讲，耶稣世间的老爸甲老母，约瑟甲玛利亚找啥日较找着耶稣？伫迄圣城的内面，伊当作伊是甲亲人做伙，但是毋知影伊伫倒，所以找啥日。所以条件的人，咱就知影讲，到底有偌济人？就真侪人客伫圣殿圣城，所以伫条件的祭祀，有真侪人，大家拢做伙同行。所以伫即个时阵，就宗教的领袖伫圣殿来回复百姓对律法，也是对传统的问题，甚至有个人伊无住伫耶路撒冷，伊是对外地，甚至是对国外转来到伫因家己的故乡，到伫家己的圣城来敬拜上帝。所以今日的经节41节到43节，已经有甲咱讲耶稣12岁，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来守节。44到46咱讲，约瑟甲玛利亚伫要转去的路中找无着耶稣，找一日找无，回头去行3日来到圣殿，看到耶稣伫遮个经学士的中间，一面听，搁一面问。耶稣甲因讲，恁哪会着去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爱伫我爸的厝吗？即个厝，爸的厝，可能是指圣殿，是指上帝宝座，圣殿的内面。伫圣殿的内面，耶稣伫遐听。经学士会教导一面听，搁一面一面问。所以上帝伫世间，咱想看觅圣殿被毁坏了后，犹太人一直要重建，但是因即马找袂着的即个圣殿，只有剩迄个苦墙西面的一片一堵墙，较是原来建筑物，其他已经拢完全拢无存在。虽然对看讲圣殿虽然已经无存在，但是圣殿迄个教会来取代。教会是安怎形成？对祭坛开始，对亚伯拉罕伊咧献祭坛迄时开始，然后到伫犹太人因出埃及的时来有会幕，到伫因建国来起圣殿，到伫圣殿被毁坏，犹太人。犹太王国灭国了后，有世界拢有遮个会堂，了后咱信主了后，咱的宗教对教会，咱的基督教，对这教会形成，所以对祭坛、会幕、圣殿、会堂甲教会，爸上帝用耶稣基督保护起造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所以咱今仔日，咱是来到爸上帝的家。诗篇23篇第60讲，恩典甲慈悲的确要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即个经节真侪人真爱用。耶和华的厝伫倒？耶和华的厝嘛是天父的家，就是咱的教会。所以第二点，爱甲逐个人分享，咱爱常常来到教会，毋通停止聚会。毋通失去迄个你来到教会敬拜上帝迄个意义。所以天父家是咱爱常常来的所在。
所以教会毋若是天父家，嘛是咱的家。咱知影咱有姊妹教会叫做东宫教会，东宫教会伫上伫原住民的教会，所有的原住民拢是因的教会拢是伫因的社区的内面。常常教会拢诚做因第二个家，因为礼拜煞了，因拢伫教会做伙出日，然后做伙伫遐拍球，一直拍到日头落山才返去厝。每一个主日拢安尼。然后分享喜庆，因嘛是用教会做中心，因常常就是甲教会安尼结连。所以教会诚做咱成长，诚做咱服侍造就，佮得到恩惠。甚至有人伫教会结婚，有人伫教会来领受上帝恩典疼痛。所以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圣神帮助咱，互咱听道理，若成熟，互咱有信心。教会伫咱的家庭来做好的工，而且咱嘛教会嘛才做咱悔改的所在。希伯来书4章10讲，咱着好打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甲及时的帮助。恩典的座位，真侪人会来教会安静，祈祷。我讲即个所在会甲主真亲近。教会即个家嘛，互咱彼此洗脚，互咱伫遮看到人甲咱服侍。所以咱爱彼此服侍侍奉，亲像约翰福音13章讲，我是恁的主，是恁的先生，恁着伫洗恁的脚，而且恁嘛爱互相彼此洗脚。而且咱受着造就，咱得到恩惠，咱也得到领受，造就互咱的生命成长。咱亲像鱼应该伫水生活。基督徒嘛，应该伫伊教会内面来得到成长。咱伫教会得到恩惠，得到恩典，咱亲像作物伫田内面，互雨水降压，愿上帝恩典的雨水来灌入咱的心田。咱伫天的家的内面，就是咱世上的伫咱世上的家咱的教会爱彼此互相。关怀、关心，是咱兄弟姊妹若拄着喜事、丧事的时，咱的教会彼此关怀、关心。教会嘛是得着人的所在，得着鱼的所在，嘛是结果子的所在。莎士比亚伊伫庄脚大汉，伊其实无读真侪册，伊嘛无机会去读册。但是大汉了去伦敦做工课，伊是一个无名的小演员，工作也无稳定，常常伫街头就亲像遐游民共款，露宿街头。但是伊开始翻译即个古典的文学，伫1592年开始写即个剧本，后来写35篇的剧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嘛无读真侪册，伊怎有即个能力来创作呢？因为伊主日拢无缺席，伊细汉伫教会参加礼拜，伊每一日伫教会内面听牧师讲道、读圣经，才会拢累积伊真好的底子，就是伊的底甲伊的基础，所以伊的剧本拢有上帝听伫内面，所以伊每主日无缺席任何一处的礼拜，因为伫礼拜中间，主已经将创造力甲灵感来赏赐伊，诚做伊日后创造遮的智慧。所以当咱行到天父家，咱才会当开阔其他的路。来头前的路来跑走，包括咱的学业、事业甲工作，愿上帝使用互咱，这就是教会甲家的关联，互咱伫即个家庭，咱的教会即个大家庭，会当彼此成长、造就、领受，以及互咱
有信心甲信仰的开力。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主，阮伫你的面前，阮同心祈祷，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赎，起造教会，互阮伫世间通自执自会来条件主你的面。教会嘛，成做阮属灵的家，嘛成做阮三听的家，嘛成做阮团契的家，互阮伫教会来得到成长，来得到主你互阮的恩惠甲疼痛。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来因回应的诗，新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咱起立以全首。请坐，下面请罗伊执事、书圣执事来书献。
为我来报告，本周的金句，今仔日金句短短请咱做伙来读2遍就好。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路加福音1章47节。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路加福音1章47节。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路加福音1章47节。本周的聚会表甲事项表，咱家己详细看吼。第4本会消息：第一，后主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礼拜由妇女团契来为咱服侍甲献诗。第3点。今年度的奖学金申请甲本主日截止，请要申请的兄弟注意。过来，咱看第6点吼，本会伫3月30日主日当中要举行清明正祖追思的礼拜，请咱兄弟来提供家己亲人个人的这个相片来互干事吼。咱会当伫聚会当中来追思孝念咱安休的兄弟。第7点，3月30日主日要举行圣礼典洗礼。若是要报名洗礼，请当牧师来报名。厝内底若是有亲人细囝还未洗礼，咱就鼓励伊来领洗吼。第8点，咱的读经计划，即礼拜是读民数记的26章甲31章。下面集体关怀：第一，胡觉生兄弟伫2月13日安休主怀，并伫明仔载上午8点伫台中崇德殡仪馆怀贤厅举行这个祭墓甲告别礼拜。第4点，咱也继续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来祷，赵黄云妹姐、陈金姐、顺爱姐、聪明牧师甲金明兄最近较无好势，求主医治看顾伊。这个第5页，才有团契消息。第一，青少年团契今仔日有聚会。第2，乡里团契今仔日聚会伫11点40分伫1老户等，由陈嘉诚弟兄来专讲居家运动，欢迎兄弟参加。第3点，献歌队伫3月7拜六举办迎新旅游，请修云长老来缴费。第4点，兄弟团契即礼拜拜六有查经创世纪11章。第5点，妇女团契甲社青团契。第7点，四海读经
甲咱家己看。第8点，主日学要举办亲子悄悄乐音乐体验课程，邀请咱的父母甲囡仔做伙参加，由林义关牧师来授课，免费备有午餐，请伫3月30日前办公室来报名。第6页关怀协会消息，咱家己看。周报的第10页，第10页有顶礼拜的奉献，而且报告做领收。第11页是咱正月份的教会收支汇报表，请兄弟来注意。好，下面咱来个请安请陈牧师。咱介绍新朋友嘉德医生的女婿谢家吉弟兄，以及女儿林玉敏作为起立，咱拍拍介欢迎。好，下面咱要做三角来祈祷，咱嘛替这对新人来祈祷，因伫旧年10月份已经完婚，咱同心来祈祷，太堂转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教会是阮伫地面属灵的家庭，以及团契家庭。阮兄弟姊妹伫遮出力，就亲像助力福源，彼此相听的亲人一样。阮伫遮都像家人一样的亲切，像家人一样的彼此的关心扶持，因为助力。用耶稣基督来替赎阮，主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邪坎，以及互阮的罪来得到消除。阮伫教会出入，阮彼此相听，互相关心。阮为着教会遮的长辈，无论手术了恢复，也是即马住伫医院的遮出入。这亲人为着因祈祷，求上帝帮助，伊伫因疼惜因，互因无承受肉体过头的艰苦，伫病痛的中间，虽然拄着苦难，嘛经历上帝你的医治甲疼痛，愿主你帮助。嘛，互阮为着明仔个别礼拜，这胡觉生兄弟伊的个别式来祈祷，求上帝你。保守，甲每一位遗族同在，互因的忧伤，互因的哀伤，拢得到上帝你大大的安慰。求上帝你帮助，嘛，互阮亲像圣经所讲的，甲忧伤的人同忧伤，嘛，求主你帮助。嘛，为着阮的教会今仔日来好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阮记忆着今年的时间，主你。帮助，互阮每一位中职团契会长，才会同工尽忠、尽心、尽力、尽力，伫主你疼的大家庭，阮的独行教会来服侍侍奉，互因服侍哪甘知，哪侍奉，哪得到上帝你互因的恩典、疼痛甲祝福，嘛，互阮伫欠缺中间，拄着艰难的中间。主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互阮无得到失志，无得到失去主你互阮上界起初的疼，愿上帝帮助阮。阮要为着嘉德医生的查某囝玉明以及家志来祈祷，求上帝你疼惜因，互因伫世间已经找到要彼此相听。的另外一半，阮相信上帝你所匹配是人袂当分开的。阮相信因伫互相认捌熟悉的过程中间，主你特别安排，互因成做夫妻，互因成做一个小小的家庭。阮上帝你帮助听惜这对新人，来领受众人对因的祝福甲祈祷，嘛，互因伫教会内面哪认捌上帝。那知主你伫因的生命中间，已经有主你的命定，因为有主你的安排，互因甲独行教会已经有关联，
嘛因第一次来到笃行教会，因就诚做笃行教会一份子，互阮用双手来接纳因，互阮用欢喜的心来欢迎因伫教会内面。愿属灵的种子伫因的心中，因听到主你的真理，听到圣经的话语，就亲像有福音的种子伫因的心中来布院、来长大、来成长。愿主你听因，愿为着这对新人献上祝福。愿以上的祈祷，愿上帝你听阮。麻烦为着国家这个礼拜礼拜有拄着228的纪念日，互阮知影这个主日、这个纪念日，互阮伫过去这个土地所发生的事件，来得到最的启示。因为人无完整，伫这个世间造成最的伤害、族群的对立。阮用安尼，搁来往头前跑走，要安怎来成就即块土地，搁会当彼此相听和谐？嘛，互阮纪念过去无辜受难的遮个家庭，以及死失的遮个同胞，以及有人的家庭找无到因的亲人，因为安尼因一直痛苦忧伤。愿主你的听，甲因三角同在。阮献上阮的祈祷，感谢奉靠最后所祈祷圣主名来求，阿免。咱互下面来互相请安。咱要来举行信徒好会吼，遐三楼的兄弟，咱会当做伙来坐吼。